呀，各位聽眾，歡迎兩個在到嚟邊咧，可見收聽這個特別嘅節目。這個恭喜人賺大，人已經賺起了，你加林波嘅加Premier 加邊咧嘅 Premier 已經賺起啦，希望大家有賺啦嚇，希望。Congratulations，大家。特別免驚，感謝。我俾妹妹講，若是老人無賺嘅人免驚，個人是對我到啲 Snapchat 咧，我聽到即17號起啦嚇，17號起，我可能冇到17號去做，佢到18號去做。17號起咧，我佢學邊兩嘅一人賺加林波嘅一人賺個4條段，OK， 一人賺6條。然後若是講人無賺 Facebook 邊無賺嘅，你兩個機會到 Snapchat 對我啦賺。OK， 當今咧，這禮拜話題咧是會講出來歌數，出來歌數。祝星，你都冇放噔過。誒，冇放過啊！是 ，Oh my god！ 等陣我，等陣我冇放槍咩？有冇，有啦，可能冇咧，有啦，我冇聽到呢。我放，然後I think有啦。放啊！就放。我做我驚就我放落豆。你問未記介紹呢個邊度西優 OK， 即係特別嘅邊咧，就是我 producer 到嘅，可能。再咗100塊USD。喲，我 disqualify 你當我踢對嚟。然後個有後雕阿龍到啲80位，然後個阿韓啊老椒。แล้วก็จะแค่มอเตอร์ไบค์สิจังไงจะจังสิมอเตอร์ไบค์ลำโอ้ลำคนเองลำ希望你ทันมุน我希望有 special 你但我聽到得ทันแล้ว我話你來你啊咁呢個琴日啊我都 OK 我等了我講起啊攰啊你哋咪等聽時間ทัน聽啊 live 時都冇聽到แล้วก็ลูกกุยเดียมปังว่าแต่เดียมไม่คุณเนี่ยต่อตันเลยสูขี้ก็ต่อเทียเลยว่าแต่สิหอตัวขี้สิปังอ่ะ我本時12點啱面你免驚但有林你免驚我是4月幾號ปัง啊 show 是10號啊13號冇我係 show 是4月10號我12號起嘅ปัง下加好多下對所以我 show 是拜1天嘛，你拜3個拜4個是很大嘅事，拜4是別人嘅，拜3是加林波嘅，所以有機會個。就林免驚。อันนี้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เป็นขุนเนี่ยแล้วก็冇冇白有聲，冇聲喎冇冇白，奇怪。聽到啊，有，你到過啦，我開始出來。我到啲厝。北京其實真冇聲係嘛？你 mute 掉我唔制啦，我唔知。我第二個我哋小看冇人意對咗。冇白，你聲真係好聲了啊！你到有你擺了，睇下是冇。我都起碼用我有3條線啲用嚟個用意哦。呢3條線。一3條線接掉又未怪，一3條接掉就多條去啊！變多條嘢。哈！特別較細聲，我開到較大聲無。然後個有無出聲誒牛鈴帶無出聲，你出聲牛鈴帶，無出聲個牛鈴帶一出聲是。Hello，嗱，來啊！誒，你，hello，出嚟，嗰隻琴日。你冇一定我哋轉嘅數，一個英國調歡迎 ，Hello 大家好，日本鏡歡迎，日本鏡有機會unmute 啫，歡迎日本鏡，แล้วก็Skype 合併嘅老椒毛毛菇 ，Hello，แล้วก็B 歡迎B 咪是老椒定到來自股啊 Hello everyone， 歡迎B แล้วก็阿 John。你見我邊個諗咗就係嘟地阿 John，sorry 阿 John，係咪？我有一個 surprise，做咩係嗰啲冇睇到做立到嘅聲嘅？但係他冇 join 幾禮拜 surprise 喎，就冇啲 enjoy 嘅喎。我哋 maybe 冇啲咧。
Okay. 個 That's interesting. That's very interesting. 你問咧借數啦 interesting， ก็ติดแต่อันเป็น แล้วก็ฮะฮันละเก็บฮะแต่ 我 咧 人了啊！當話咧要聽啊，要聽啦。Sorry, too much information. 你在衰啦！我講你聽，人問創第一，伊人就當面創第一，乜是笑笑嘅。阿 John 我識講是強面嘅。等陣各位，等陣 one moment，特別嘅邊，另外隻後尾隻特別嘅邊是啲特別歡迎特別。Hello，大家好。大家好，แล้วก็嚇阿龍講，แล้ว等陣個林林講當應該點講咩？嗱，我講人直接講 TMI too much information，人用這句話唔對，你知冇？嚇 Because 阿莫人講 too much information 是放曬。人講互你聽物件，你咪聽，你講 too much information，伊唔是你人咪講互你聽了，你講 too much information，佢哋是唔對。人頭先講 too much information 是就是人講互你聽物件，你咪知嘅物件，你係講 too much information。多粒頭。像個你會罵個爹講互你聽，哇！就咩人做愛啊？你個亂整三擺。你會聽電話講佢一點正。แล้วลูกไก่ก้องอายามา too much information เหรออันนี้สิกับเดียวtapi ตัวแล็บเท้าก้อง是講 literal meaning อีกก้องอีไม่ก้องอีกก้องว่าก้อง小姐行出去了意思OK 特別咱講家庭嘅故事我是講家庭嘅秘密成個無人知㗎啦你家庭㗎啦知嘅事當今講出去學外口人成。哎呀，住家講，好嘅定咩哇？冇我唔是叫你講你個記啦，咱是咪講？講白人故事，講白人故事，講白人嘅故事，講白人嘅你問係知啊？你是人家嘅真正嘅故事，就是講出去啦，人嘅知啊嘛。你在面。伊嘅 family 嘅 skeleton 嗬，你人揾嚟仔，你去開人，我真係去開人嘅 skeleton。定到時有可能是秘密，當然冇秘密啊嘛。成個人仔咧，係幾時來告訴，就是講緊你看你出來嘅嘅告訴，你一個安尼一年後一個嘅嘢出嚟講，所以當今咧變做。就稀罕哈，所以人看咧時咧就講按照伊個告訴，做咩事要俾嘢出嚟講？哈，แล้ว個下禮拜我開會嘛，我開會所中心嘛，下禮拜我開會所中心時，我會做咩事啊嘢，伊即個出來告訴嚟講，伊個人講，人哋聽到下禮拜時，所中心就出味哦，所中心搞笑乜咯？就是 the premier part 就是 on next week 是唔是？這禮拜係咪 premier 八？你是講幾時看 premier 啊？I mean 伊個 premier story。阿 John 這個中心是去長老屋還是阿毛屋？阿毛屋，咱就要知去到一間學堂咧，咱就使聽下禮拜節目要講。OK。嚇。啊，就伊去那邊就已經 show 啊嘛，唔是變成 free school 咩？阿咪嘅？唔對。都唔是到啲邊啲啊？幾時 SXI 啊？當下禮拜聽啊，下禮拜聽啊。hip 嘅點唔是啲 hip 經濟，定嘅 hip 經濟嘅 permission 是啲，所以 hip 是另外一經濟嘅，跟一家係個是冇關係。啊，是學堂是國家學堂。哎呦，拍生好無可以到啲邊 hip。咪是咯。拍生掉。特別本好不有一點好在咯，有一點好在度嘅數。伊係你即個學堂較舊較國家。唔是，自己我就要聽了。哦，哎呦，幾神！你是拜結嗬？對，拜結要聽了。哦，拜結要聽了啊！哎呦，幾神咯！特別我啦沙拜結嚟，我對住啊，來，人咁樣去幫票伊。阿龍，你去啊是再講誒秘密誒，那是叫秘密。對，秘密。咱來講，咱會出來秘密。嗱，我唔是講咱家己，有啲人講起，我是講 in general 啦。你安怎，人出來會是有淡薄
安尼可能告诉你是唔是？人家讲，只掉咱出来冇，但係你告訴是，咱是無出去個口甲人講嘅，是咱家己出來。冇啦，就英國中安尼款講嘅，最加講我咧，講出去啊，聽到聲咪知㗎了，幾世界。嚟我變聲落嚟啊！但我隨佢 filter 是幾號等嘅？唔係，我唔敢講，我唔敢講。pitch shifter 14，等我瞧下。阿 John 是唔是成日跟緊講啊？超硬超波，就成日話聲是唔是？係啦，差唔多問你一人講。講緊我話聲嘛，阿咗你話聲，但係我聲誒啦，阿你 OK 啦，但係你阿你款近歌咧。嚇，你啱啱講幾講？顯啊，解咯，聽緊你真聲。我變查某聲，我變查某聲就嘢啊。你變查某聲 ，OK。嚟，男人就變硬硬咯。我變嗱，我變查某聲嚟講。冇愛你，愛最硬了。硬嚟講。嚟講。人嘅事，我人。嚇，我人講。唔係啦，可以出數，喂，可以出數啦，看你冇出對。你哦，你看你聲。看你冇出對。有啦，咱這擺冇咪好我熱妹啊，我唔使去到落大冇，OK，人民講嚟告訴，但是我俾再講，你人是唔是特人出來不玩的看嚟告訴冇，下面 constitute。都愛講啊。OK，我講就你告訴啦，這是貴氣人嘅告訴啊咯嗬。人嘅了講基本冇啲啊啦嗬。So within one family 啦。So actually 是樣是 quite wealthy 嘅 family 啊，幾多 wealthy 嘅。好嘅。So 好嘅人嘅 family。So 伊個安家婆嘛嗬，嗱你安家婆。ang quay senior lo ang quay senior dia ni kaya si hobo lo tapi ingwi le si ting tao jam siama so le kaya họ ingwi kaya si hobo tapi ni ye ho ge lang e ting ho yang kia chon de chabo ya le kaya tao in palang palang ma cái ha cái kaya palang ma so伊叫翁呢後生嚟教因呢波，嗰隻叫伊梳咯，教因呢梳啊。哦。教因呢梳嚇，一教因梳咧，呢個聲個一定嚟驚咯。一頭咧，呢安呢裏邊特別嚟 family 裏邊，叫伊大翁嘅驚，個細翁嘅驚嗬。第冇個有一。有一類嗬，個仔，伊大翁嘅囝變做無講，因為細樣細翁咯，會驚嗬，大翁嘅囝嚟欺負伊細翁嘅囝。哦，咪是一個嘅故嘅。咪是個，特別伊無關咯，伊無關嘅，伊嘅囝嗬，到尾是細翁嘅囝 ，because 伊唔是講只真，伊唔是講只屬家伊細翁嘛，伊是為啊，伊個翁嘅家庭安尼物件，所以細翁嘅囝，我屬基本無關嘅。哦。所以 in the end 啊，所以嗰個叫襟興咯。哦，襟興是咩意思啊？襟興。我聽到嘅人，伊驚係驚，變做好嘅人驚，變做無理人驚，伊也去學人去。哦 ，actually 你聽，嗱，也去學人去。都真係 twisted 嘅 story 啊！我就是講，即係人嘅錯啊！因為我記住你啱嘅，梗係都是真假㗎，真係成錯嘅冇。because I think maybe revenge 唔知啦，我唔知你定鬥嘅人啊。所以記住你啱嘅，而家出去可能嗰種成個 adopted 可能 adopted。而家小拍俾佢嘅佢啊！真真直壓了咯，係咯，有一類哦。就是真正這是唔是真正決定是有一類也啲啊，係決定人本身。哎呦，阿 John， 我安尼借我係病人啊，伊老人死些兄弟啊，條小拍，我安尼借啊，即邊我唔知是阿嬤誒，
阿摩的意思啊是等人不是上界的款。马路这里跟好啦，等人本想啊，等人本想啊。乱啊！啊了，是人就是了。有诶啊，伊会過來找我，叫我寫一個批講伊會嘛，做伊會 will 的時，頭腦無好時。好伊會兄弟啊，了正是要互伊嘅，唔是要互伊兄弟啊，要做安尼款的工作啊。了伊走嘅時，了就咪阿姑伊會過來，講別行。你冇計劃而家嘅 family 冇試過成你看了你累啊！會啊！馬路跟對嘛是要請機會啊嘛。對。跟對。哦，跟對係頂啊！哦，伊只要加即係黏嘟體啊。哦，快啊！就是。黏嘟體。有人命黏嘟的 ，OK？ 是啊，你小姐你本是一個問題咯，講老實嘅。對啊，對。第二家唔是講第一教嘅咩？係咪機會咪學伊嘅嘛？伊連知都冇做工。冇啦，就是要快哦，要高分嘅嘛。你感覺到伊個紙會放煞咩？有安尼坐累哦，贏了嘛好誒，伊紙袂放煞啦。伊人袂見笑啊！我嘅爸講有可能，迄個大學黑色嘅迄個大學啊，搞到伊個學堂是穿黑衫嘅啊。佢就迄個大學嘅迄個大學啊。哦，伊是按個念誒。聽來，特別哇！阿漢，我把你看到咧，你頭毛林哪食嘅啊？你看，做嘢，我到 Snapchat 都看到咯，我是講，我把你看到咧。因為我就到伊老掉一半罐，你頭毛嘅物件我日用啊。你邊啊？怪啦冇病。邊啊？一打當一打頭整一條啦。啊！我家己海來誒，我無累。我本愛我本愛喎，古靈帶講，古靈帶本愛 highlight 哦。古靈帶你出來話咩？唔是出，你會出來啦。但係我別人嘅 secret 啦 ，family secret。話聲。OK，等陣我問，咱一人問看，你當今有想到，嗱，即我問你講你出來秘密嘅時，你有想到有告訴講，特別你免講啦嚇。啊，大粒頭嚟啊！等陣，我 at 你。大粒頭，咱看未必大粒頭 ，surprise 啦。阿 John，我有，你啊？我係劇頂我係劇頂。你實講噶啦 ，OK， 等陣。我係劇頂。等 pause， 大粒頭吧，你過來。所大。歡迎。大粒頭你把罐車啊？你試下得嘅。把罐車你。豆嘅，豆媽除料啊，豆嘅。你笑念路，笑念路。你個豆媽我愛路甜甜。到 Skype 位，到啲 Skype 位。Love you much。OK，當今咧，咱是頭一擺，嚇大粒頭頭一擺 family secret 是要嚟甲人講伊 family secret 喎，大粒頭話你。冇 family secret。你特別。拍超。來。頭一擺嚟甲人講你嘅 family secret。冇 family secret。你發出嘅生意法咧？而估冇綁喺 stadium 嘅時 ，stadium 嘅時。stadium 我等陣我除看。OK。唔是咪得街啊？唔係，對對。啊，就是。這裡啦，你講嘅事。來，大粒頭，你 family secret 係咩？冇 family secret 啊。冇啊，是冇，你咪講。冇 family secret。OK， 我當然要問條就是，你人看過有故事，唔是講這隻 secret 本來想有啲事是，唔是講無人知有啲事是無愛出去跟人講嘅物件。咱家庭內面發生嘅無愛出去跟人講，你啷有哦，誒這裡有，OK，冇。我唔知是唔是 secret，是唔是未使講。哦 ，OK， 你係使換做別人嘅故事。愛聽無啊？我愛，來，應該點來。我係劇頂啊！等陣我嚇上好聲音都咪做我 edit 啊，不如 OK。我係劇頂啊！嚇，有一個人啊，打波人來啊！嚇，吹把你打波嘅啊！
特別要教應冇教應，伊無夠應啊！嚇冇教應，伊愛把你答波啊！伊是唔是愛較老嘅伊嚟答波？係啦，你按個齋。係啦，真真嚟來啊！特別都免講別人聽啊，好嚇，免講別人聽。人睇了啊，聽到了，免講別人。今日變得學緊你聽將聽到會啊，佢那青年呢？但是佢那青年啊，特麼咱講下，特麼特麼蘑菇特麼唔是講到，你唔會話對 account 嚇，所以當叫我去找伊人特麼，我真講起嚇，蘑菇特麼。迄個做戲嘅，伊阿妹都講，對，你聽講嚇，我係講樣，我是 partnership 嘅一個嘛，同金曉嘛是Astro Show 嘅 executive producer 要問我講，你會聽講，伊係唔是要問我做這人，伊是要問我係聽講是蝦米國家嘅，伊要問看會 promote 啦，所以伊就問我咧，所以當今我2月起把路個 start track 我2月中2月尾嘅時候把 start track 人哋樣 approach 我時，我講我唔知喎，所以我去 track，我當然 track 我俾學人猜看啦，即係你平常時我把你 podcast 咧，有少人會甲人講伊會聽講我就這人，伊聽講到大陸以來，即是我嘅嘅定嘅秘密嚟啦，甲人講，即是咱邊咧學緊嘅嘅定嘅秘密 ，actually 邊咧學緊嘅嘅定嘅秘密，我真係就知好。唔係講你啊！阿 John 嚇，我 guess 應該是，我應該是 guess 是 mostly 是 overseas 嘅聽眾哦。OK，等陣，我聽 report，我可能馬來西亞比較咯。我可能猜國家，都定數啊！國家先，你係講得一個國家，是啦。馬來西亞咯，我咁係比較咧。OK，了，第幾？美國，第二我感覺是美國。按種嚟講美國咧嚇奇怪 ，OK 了。第二我感覺是美國。嗱，別人實在面本諗是當別人我冇成我邊啲咪實講，處處叮當是住啊。新加坡。Sorry， 我是 agree with 阿龍哦，頭自己應該是馬來西亞，第二個應該是美國咯。啲人別咧，因為美國冇變飛，你會係咪？阿 John。新加坡是第三還是第一？第二？我講新加坡。阿 John，我冇變飛，第三。OK，咱解釋學即英國中先，每了無叫。我每路人邊人學緊嘅聽講是得一個國家第一隻，然後第二、第三連看依 number。第一是聽咗是馬來西亞咯。然後第二。美國啊，我想美國。然後第三是澳洲。然後怎麼講我新加坡嘛？啷講我第三是新加坡。哦，新加坡本冇新加坡我算加馬來西亞加了上，馬來西亞算參加新加坡。因為加了是別講福建話人嘛。特別我 information 是要 separate out 一 country 一個 country 啦。OK 啦，所以馬來西亞。了新加坡，了美國，了澳洲，了英國。OK，啷講過你就使啦，講過你就使啦。個人應該是加尾是你咯，當你人呢？是普吉洛公嘅阿龍。對 ，OK，แล้วเรา別人要猜過哦，講啷嘅地國頭個名，怎麼猜？Canada，哦 ，Canada 有一人啊，是咩？馬來新加坡、印尼、泰國、台灣，印尼有幾個？巴比杜咯，去聯絡是 Canada 嘛？得一個，去聯絡，冇啦，伊 Canada 搬去咩？伊到底 Colorado 嘛？哦 ，sorry， 我想講伊是 Canada。不，一般去把什麼 ？OK， OK， เราไม่猜啊，我講嘅事啊。講啊！我講80%以上，但都是馬來西亞80%以上。哎呀，我係 stats 冇講 percentage，but 我係使講兩個。OK， 我看，我使看 total 嘛 ，OK，total 是agak
我真奇怪，我拖落去話，咱個休息3點鐘嘅。唔要緊唔要緊，啊！咁你聲冇咩水氣啊？對住啊！我哋袋咧。哦 ，OK， แล้ว我佢佢袋咧幫曬還是幫照？幫曬啦，幫照你估咩時候？咩在啊，做我佢亂冇一擺起來啊，借咗先等啫。我未聽到你嘥率。不諗就我只數本嘅。你怎麼講等於4點正嘅啦？個講幫曬。咁咩啦？你究竟學仔啦？係啦，咁咩？哎呦！你亂咁嘅啲講話。OK 講啦。頭一個是馬來西亞掉。是特別時啊啦，但係是頭先馬來西亞啦，我當今看我3個月，冇夠3個月，2個月半啦，number 來看呢是一個58%，58%唔是80%，我真奇怪咗咋？我感覺應該是第一個咯，80%以外咯。當然是58%啦，是呢個，然後第二唔是美國不啦，馬來西亞第二名咧。是美國喎，我梗 surprise 啊！我哋講啦。Yes。我梗 surprise 啊！安尼借福建人啲美國啊？唔是福建人，應該有隻是馬來西亞人搬去美國。誒，我唔係講8%啦，我不要算8%，我講聽我 number 啦，不要叫我講這是我秘密，我講出來。所以我當今挪季節，你看哪個挪季節嘅季節？佢哋是福建人，你也要聽福建話嘛？冇關係，古早大啲馬來西亞人嘅會聲啦，40歲人拒絕不要聽福建話。哇！你 KL 人不要聽，家長。未曉啦，我去我登啲 KL 是冇巴啦，要聽福建話啦。我上個巴黎啊呢，去，沒是路呢咯，去 Saint John Street。應該點啊？掉燈啊，傾掉燈啊，應該點啊？啊，有道理啊，伊人會曉聽，但係家家唔會曉聽。對。嚇啦，笑啦，可以啦，可以啦，一姐老實講，可以啦，冇好事。有幾耐咧會曉聽，但係家袂曉聽。啊，我表姐嚟上家庭應該點？等陣，應該點講咧？我講第三。冇，我是講，我去學當啲吉隆坡啊，伊人甲了講廣府話，我家己一人嚟講福建話，伊做好我較參加，我做假啊，我講你聽，較參加做假啊。Feel left out 啊！講像嘅啦，咱人將心比心啦，老實講嚟講，英國叫那是講路是講路人，路到底企喺佢裏邊嘅話咧，往不是很對路嘅。講老實話啦，咱講人話，咱其實邊啲人啊，幫到對人自己本後生邊啊，我輸晒，咱到對佢邊咧時，人不是很對人係無老路嘅。不要緊，我冇插伊人了。你是這人叫人啦。第三名是新加坡。掉我就掉啦，我咯，第三名新加坡，第二，耶，貪多啊，冇貪多。第四名，好我數呢，第四名是阿咩？我冇講到第四名嗬。中國，印尼，哎呦，韓國冇可能咯，韓國有超過同你諗呢時候我仔啦，我叫吹出來。Australia 只講 Australia 南下，不，日本驚。日本驚講 Australia，了，佢話邊個？我啊，泰國奇怪國家咧，嗰時可能係國家。上地啷人知，應該係知。我應該會知啊。其中裡面啷咁乜講掉，而家咧有其中一人講掉。啊，我睇係中國啦。中國新加坡談第三期啊啦，新加坡談第三期啊啦，但係印尼，第四我講第四嘅，第四。印尼 ，OK， 法國，我唔制啦，我自己講啦。OK， 我講就係 Australia， 我就講嘛，我澳洲嘛，澳洲有阿漢咯，有阿 boy 咯。阿漢是其中一個人啊。啊，嗰個阿 boy 嘅阿超咪 beautiful， OK， finally 第個你 ，finally 第個你，哦哈，掉你 rubber band，阿 boy 掉，
第個後尾一個第個咧是一句，鬥下手就人邊其中裏面就人鬥下手對。中國不，韓國，冇可能是韓國咧，冇可能韓國，冇可能因為韓國啱咧少外國人嚟咯。阿郎，我係波羅索的你係，波羅索呢？我講你我當今算嘅嚇，伊唔是作一人 download 咋，即個 number 是幾個unique listener 咋，一人聽到 unique listener。咁你 track by IP 啊？我唔知意 software 人做 track 啦，伊人嘅即 service track 喂。mostly 是應該是 unique IP 啦，特別in case IP 我特別唔知，我未曉我唔知 algorithm 唔做，特別即是樣 standard industry track 嘅 number。阿 John 啊，我特擺聽是我用 Google 嘅聽，伊 Google 嘅網頁嘅，阿你有水無啊？有，伊無上嘅 platform 有水本啦，特別伊是即是 unique 啦。I think mostly by IP address 啊，so 我唔知啦，無 disclose。But anyhow。但我講未第個，你講未啊？英國啊！到時我就知英國。咁我講嘅啦，英國咯。OK，所以當今咱講出來，內地人咯，加講嘅英國點咯，好啦，OK，當今我講，嗱陣嘅，先講講 number 出來啊嘛，對。誒，老問弟講個啷知嘅人，你嗰隻是啷唔知嘅人聽嘅。So 你愛曉對你講唔加起來做咩事啊？對，兩個月不兩個月，我已經是2個月，是3個月，每是 track 起啊，有1萬個情人。哦 ，congratulations！ 不，你是兩個月加起來嘛是哦？即過得無 unique 啦 ，unique 所以是上一個人嚟講咪是。你 unique 嘅話，你10個情人裏面是無上人嘅了咯。對，所以哇！點解講我真係人聽咱嘅節目咯？其中裏面咧，馬來西亞有7600個人，7600公億。所以我真正 surprise 就係I always thought that 98%是馬來西亞人。阿 John 我問啫。嚇！可是講我用 iPhone 聽，伊是算係一個好。對。但是講 Office 用 Office 嘅 PC 聽咧，伊有可能佢算過另外一個，但是講嚇，你可能可能。So 你 number because 你只 can contract 講 accurately 啦。So 減啦，減。Then 靠10% 去啊。嚇，靠10%。แล้วก็有美國有2477嘅啦。哇！我講阿 John 嗰時都有機會做啲一個美國一啲 New York 做一個 gathering，我攞情人出來真係。係啦，冇可能嘅啫啦，特別美國嗰啲大國家，伊人未來啦。特別我捌聽過，我捌聽有人有即嘛，成日講拿大兵咪是到啲美國嘛，你吉林諾咪啲我白基。你有出來幾個國家嘅了？你看到幾多幾個？少，特別有呢一我未在 Korea。OK， 我未在 Korea。อันนี้ว่า老話就乜嘢嘅會那部 Korea 啊！你猜佢 number，我猜是 below 10呢。OK，兩個，白兩個，咩啦？I think more than that 啦。嚇，日本驚講 more than 92個人。特別 OK，頭條去吹㗎了。計呢 VPN 啊。那是咯，我啲 South Korea 話咧 please add my Facebook 就 thank you。我咧 facebook.com/aokh1979。拍廣告。Drop me a message。誒，講到拍廣告嚇，我可以幫隻廣告就先。廣告咧是，若是講人袂彈到面赤下邊彈到，但呢一個禮拜四就是伊個 Premier 嘛，或者係件事內 Premier， 到啲 KL 咧我學一人彈落條單，咁邊人一人彈落條單，裝喺邊個腔啊？唔是話。愛，裝喺邊個腔 ？Y 咪就 Y。Hello， 你新交啊？你是裝？歡迎。阿 Y 是裝阿 Y。出聲 ，Y， 出聲。
冇啊，真是都驚啊，老細啊，冇血啊，菜，阿龍，會叫有血啊，即個我同人講即個，GG，哎呀 ，OK，anyway，會記收聽啊，到底 Snapchat 以外，可能兩層一條段，兩層兩條段，兩個人加落。邊兩個 Premier 幾號啊？27號。OK。就知 GSC 嘅會到 Gurney Plaza 嘅 GSC。OK。吉隆坡你啲人我談了啊，未到100。賣，未使俾咯，未使俾。蘑菇，咧俾100 USD 加幾蛋。未使俾。唔係我係俾英國幣100磅。亂計講。我俾佢100半。嚟，個講到對韓國92人會記 at Facebook， 這是我出來比別。但係兩個住人問我哦，阿蕉問我個係咪個嘅個？嗰個特別國嘅出嚟啦，個特別啫。Belgium。阿 John 啊。傻臉。台灣咧，應該可能講福建話。台灣冇，台灣是160個人。哇！都話對唔對？Belgium 316人喎 ，Belgium。Belgium 啊？只關喎 Belgium。阿 John 啊，誒，如果有可能是唔是？就有幾年，你再講 North Korea 有幾多人？一部。冇人。Actually, it's a Republic of Korea. Maybe 包過。So，แล้วกันเนี่ยตั้งแต่ Belgium วันนี้จีนอินโดนีเซีย167人，香港冇有 ，New Zealand 冇有，緬甸冇有 ，Brazil？ 緬甸啊，趕過韓國一個你知道 ？Yes，yeah。90啦。冇，緬甸102。哦。China 63。如果有可能是 China 用樣嘅，你 private VPN 咧是要拍去別個 country 去。有可能。冇特別唔是，特別問題是啲 China 會聽 podcast 嘛，對唔對？唔知啊，伊人係咪本做嘅 band 你會 download，因為啲 China 有 iTunes 嘅嘛，會 download 嘅嘛。特別 iTunes 就 listed 哦。iTunes 是 modify 了嘅。冇啊，我係咁。嚇，對，呢度啲 MV 咪少聽，呢度 MV 咧這裡。你諗下是有上海就是嚟再。tapi中國都未使to ban 即係 YouTube 嘛，樣都未加到 YouTube 嘅，所以應該樣嘅頭貼啦。你未加到 YouTube，你未加到 Google，特別你有 iTunes 嘛？等陣我講聽，即係邊看呢是被 track 掉YouTube 嘅，所以那是你到 YouTube 被看咧冇 track 掉。喂 YouTube 嘅 iTunes 嘛，有中國嘅 iTunes 呢 ？YouTube 900幾咧 subscribers 你聽啦嚇。แล้ว Netherlands、Germany、Cayman Islands 冇喎 ，Cayman Islands。Cayman Islands 嘅說法你話表。住嚟。Cayman Islands 話標誌。哦，接過人嚟。要聽嘅。OK。แล้วCzech Republic 冇有 Myanmar 冇有 Mexico 冇有。Czech Republic。Egypt 之類。哇 Ukraine 冇有 Peru 冇有 Cambodia 冇有 Brunei 之類。我想喎，是用 key travel 是去聽啊。你等你微信起來，咱做一個 map 啦，幫你做咱嘅 key visual。我有啊，有。你有咧 app 嘛？你點咧一個咧 map 出來嘅，真係點嘅啊！喂，小 actually 我有啊。呢啲是聽嘅咧 account 是想我冇小心記到啲 website 彈掉咧，特別喺度冚咧喺你本。一看一 download，我唔知伊 algorithm 上面啦，特別 typically 你特別聽 certain amount of time 咧，伊個伊有你規個 file 特別 download 啦，你若是講伊 file 規個 completely download 可能會衰哦。你冇聽冇好啦，所以我當然講嘅是 download 啦，你是只人 subscribe 冇聽嗬嚇，對唔對？特別每次錄一隻 episode 啊，你即講錄10個 episode，我到10到是咪10你先？冇，就咁講 unique user 咯。哦 ，unique user，我 still 是未相信個人有90幾個人咯。特別有可能是人 office 聽啦，個到底電話個聽。特別你見到做 energy possibility，點樣講92？我本嚟一半半好難，40幾個人我冇。冇人聽啦，人是買 add 嘅嘛。
我唔加上時講有按一隻邊領嘅人嘅時講學嘅話啦啲 Korea 咗。頭邊有㗎啦，頭邊我想看就是用John 嘅 number，了如靠 20%。靠吧20%啊。不靠20%冇是真啫。特別靠 20% is just statistical average。你講John 嘅 number 就是 raw number，了你就會想看 what is the conservative estimate，加 what is the I mean John 嘅 number 就是 raw numbers yes。But it also can be a very rough estimate. 你都會想看 what is the conservative estimate. So 但是我看起來比靠 20% 咯。特別伊咧靠 20% 嘅是我知講 for sure 樣比，特別我唔知講伊 number 係你 portrait 係有 already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ose counter 㗎。我唔知啦，我唔知伊 number 上面。But anyhow，當然講到啲咧正我哋。像我哋嚟講當然講說我嘅定嘅 B B 出嚟嘅啦，亂講亂嘅定嘅 B B 事啊。英國當中關事啊？英國都係講噶嘛，一間是個大波，一個鬧大波嘅。我安尼看我嘛是說我嘅家庭啊，有一個查某叫真正犯賤啊，菲律賓人嘛愛。誒，我咪你看你有成個有特別有家庭人成個有反對嘅是你加菲律賓人。冇啦。你咪之前要講句嘛，180嗰件事，河南嗰時佢嚟啱唔是？冇 ，OK， 講伊嘅家庭嘅事哈 ，OK。OK， 嚟伊表聽嚟講。然後伊嘅爸有個個後生，伊嘅媽有3個呢。OK， 伊 separate 誒，無相嘅 spouse 呀。唔是無相嘅 spouse，伊是做人大巴多。So， 伊第一代嘅後生，個別咧，伊是伊舊底嘅 girlfriend 嘅。是。人哋迄邊有當愛生出來，伊人 Catholic 袂使 abort 嘅嘛。然後袂使錄驚。對伊嘅生，然後第二個，唔是伊嘅媽嘅囝，是日本人嚟。即係所以嘅去學能字啊？冇，伊嘅媽是日本人，媽係日本人。OK， 所以伊必是講上爸無上媽啦。上爸無上媽有2個兄弟啊，特別伊真少，伊看到迄個日本嘅一擺呢。我說的。伊嘅大哥是舊底伊甲伊人大嘅。這邊是當今啦，有可能人嘅社會當今講起來成個無滅，對我嚟講成無滅大事喎，可能特別頂到嘅是真正成無變嘅事啦，未夠影成件，可當今就較少人溝通咗啦，年代無相樣。特別你 even 都是迄個點先。你嗰啲幫西個？冇啦，我哋變成會啊啦。唔得你寫聲，你寫。我講寫聲咩 ？OK， 我講我今日就是講 if 啦，伊嘅爸是真正好嘅，啲菲律賓嘅話啦，70年代、80年代，我感覺是真普通嘅事咯。一個伊真正好嘅話，伊有 girlfriend， 伊有 mistress， 我唔是講180，我唔是你意思啊。特別伊有可能啦，如果180是真好嘅話啦，啲年代。特別有可能伊是未夠應，伊整嘅時有生咧會驚咯，所以頂到嘅時未夠應，生驚都是算做真正無面嘅嘛。唔是講無面啦，吧 juicy 咯。juicy 啦，未講無面啊 ，juicy。話你較久嘅時有影真無面咧。無面是，我感覺無面是無類人嘅查某。可能做大把多了，其實而家係你無邊。但是嗰時好嘅人係打波嘅話啦，伊家庭執大隻智人嘅話，我未講佢無邊咯。對啦，咱即中國人嘅想法。咱中國款嘅想法啊，我未講佢無邊。我感覺講伊啲外口有時個 girlfriend 生了，然後伊佢嫁咗轉嚟，就是伊家己嘅整，伊嫁咗轉嚟，我無非就是無邊。咱是無公平咯，對打波嘅查某生得無相。別人講冇有別人？冇，其實你講乜I think maybe 有真係人唔知，特別maybe 冇嘢就係講嘅是講有嚟 family 講緊嘛 ，because of
當晚是人講就即外邊有聲啦，然後呢個鐵對嚟嘅。Another one is 人講緊正這是切人賣聲，家己賣聲鐵嚟嘅。哦，哈。So 安尼哦 ，so the family 有係maybe 是 single child 或者咩唔記得 ，usually 是安尼咯嗬。然後呢，都樣特別人知，特別囡仔唔知，囡仔家己唔知。哦，哈，對，我知哈。有可能囡仔。I think 講緊嘛，成日講咱人一輩有家姐講緊，對two income family 有咧賣聲嘛，嗬。都有可能是嚇，有咧樣 open up，大家你囡仔講有咧無。這邊啊，美國就只普通咯 ，adoption 係樣較濟有啦，我捌聽過書本是無講嘅啦。有若是講你是請一阿嬤了摕一個當人囝來飼嗬。啊是個人家嚟似你特別你明講你點知啊啦？你特別甲人講啦，你看得出嘛？แล้ว那是有咧想嘅，有可能無講嘅，裝嘅鳥啊，裝嘅鳥。喂，แล้ว伊幫助下你鳥。伊啊，夾帶啊，即個哪隻 season 嚟啊？哦，嗱，愛吹阿仔，阿仔飲咩 ？Sorry。阿仔有冇？我笑阿仔愛做 girlfriend。我阿仔有咩？冇搏了。哦 ，OK。冇血。下禮拜攏聽話，一人得有血嘅，所中興安怎有血話，攏下禮拜都要聽。所以我咪講嘅就是出來，但我講咩個一半？出。可能哦，跳起來，跳起來，跳啊咪跳劍啦，跳起來試，แล้ว你人捌有啥個？我捌只一人啊，即只高門門啊當劍，我這裡個人咪是。頂兜嘅人冇你嘢你驚去學人試啊！就我記得我個人講嘅呢，伊好嘅人驚特別嘢出去學人試，有你本是有我 family 嘅成個一時橋都嚟。特別頂兜人成個 not a big issue 啦 ，because 無類人啊，嘢用詞未記啊嘢嚟嘅嗬。我講見咪見啦，成個冇解講嘅咯你。因為有可能是頂兜是用驚字借數啊，所以較普通只借驚只借，然後呢有時鬥較手詞，然後呢有啲啥金崩事嘅呀，所以你當見咪是只驚少了啊。樣較聽可能較少嘅。我未亂看啊。你垃圾安尼應該教你囡仔講我。我亂垃圾應該講。等陣我讀就默默白講先。我知打波啦，還是有路嘢啦，我坐啲幾耐波，真正後來呢就。對。แล้วตัวกิมล่ะตัวกิมอุจาบอล่ะตัวกิมเอซีไก่ล่ะอุจาบอ真正有路嘢啊，有攞晒打波嘅。哦，有啊，較少啦，世界特別有本啊，把你搞少咯。John，嚇，我白講嘅咧有，人美國叫 Sugar Mama 咯。哦，係，對唔對？我唔知。Sugar Mama 咯。哦，大玲嚟講，大玲你做隻 boyfriend。大玲講有嘛？大玲講話，按照有你捌拄過人呢？大玲有啊，講下。聽到。即係查某啊，不，即係查某，即係 boyfriend 呢？講下。聽到你講。即係 boyfriend 是唔知啦。我較早一個朋友打波嘅，只緣投，然後伊講一查某40幾歲嘅，愛互伊唔知是30千還是40千啊，佢陪一暝。哦。特別查某是教嘅呢。伊愛啥無 ？Key。OK， 我每人答波，攞嗌埋咧，攞嗌就 OK，頭等，等，伊嘅查某咧是你無 attracted to 啦，你無 suka 伊成個唔是你嘅 type 嘅，攞嗌埋咧30千，冚白照 key， 我冇嗌啊，我冇嗌，冚可以看無了，我夾到眼，我唔要緊啊。所以，杜嘅。
嘅斷超拎嘅爆掉。阿 John，你係 desperate 咩都？係咪嘅？你係 desperate 咩都？我 man 啊，我係 man 啊！伊講要背嘅嘛？30啫，30清我係。半10個清學 Bruce。有買哦，我那時講，我係8 USD 呢。我就俾尋想嘅為硬性啦，尋想。我係8 USD 呢。然後別人咧，別人會有等門口應該掉30清。我未。30清會叫你是就冇被暴露一咩計背。點解掉 A 咯？30清哦。30清點解掉 A？佢基本我背嚟去啊。我只係朋友嘅10清嘅我同你講。啊，日本嘅。咁我講一個笑話，แล้ว用一個 bucket list 愛做 escort。做擼啊！哦，照掉。單姐，依查某要做係咪嘅話？喂，咁你正三擺啊？我正三擺誒，特別食糊我未。冇食，要食糊個好路，唔係未使30清做㗎了。未啊！我未食糊。未食。咩是食糊？食糊啊！只粒卜卜。有啦。John 係講嘅，你講 John 係咪嘅？係咪嘅？我諗唔要見得 John are we out of topic？ 冇 out of topic 個，即係 family secret 嚟嘛。我本 A 啊 ，OK。你到嘅？我應該是今日咪做 A 咯。30清係啦，會啊。แล้ว冇มาแปะB 啊，做 B 咯。做 B 咯，哇！後雕係咪呀？後雕係咪？係咪咪咪？我聽冇對你講話。嚇，你冇對我講。講你寫轉嘅喎。我寫轉啊 ，OK， 我講佢就得。但時候你30清啦，咁就就冇你冇暑假嘅就冇啦。แล้ว會叫你爆你一名嘅正三擺隻虎隻蟹，你係咪？唔30清喎。兩萬塊嘅話你切，我冇咗兩萬切嘅。你就借呢個愛30清只招你啊，你忙笑了。30清英鎊，30清英鎊咧。萬講滿啊，滿你我絕對冇教護陣時。30清是我都冇每30清。你個幾 currency 30清英鎊咧係咪？30清我未使。冇啦，英鎊係咪？我特別笑，有可能我愛啦，依但是我開始改就冇，我本是 A 啦，我想。冇，你冇暑假啊，就是講你冇暑假到你。我 B 啦，我 out 啦。特別你想到30，我 B。接住，大媽啦，等大媽係我鬥嘅講到 off topic 嘛，John。所以今日聽鬥嘅 secret， 鬥嘅你教伊話玩裝啊，嘛都。這是我嘅無咩會喎。Too much information 啊，大粒頭。我成時冇，我見 disclose 啊嘛，我講咗電話嘛。嚇？係咩啊？我見 disclose，我講咗電話嘛。係咪特登定係咩事？I mean，我係 partner 有人知我是partner 是點樣？所以唔是你話話。唔制你咪講你唔制咪講我能聽咯。冇咩借人，咪10幾成人呢？講嚟聽啦。係啊，咪啦，我就近啲點聽嘅，近啲講啦。但我諗看到 podcast 人都冇講就一人聽嘛，但我看到 by episode 嚟先。猛講，別使。我真係試Bible冇夠，別使。啲愛在人private 計講啊。private 講啦，今日做節目啦，叫做鬥嘅 Kiss and Tell。大家要咁樣處理，就係你白車隻物件。要我不多咁樣我諗。講最物件咧。啊，等你試試。我係想 take account 鬥嘅。John。而家獨立頭講。你頭先問嘅 question 啊，有 two variables 嚟。嚟講。頭一個 variable 就是
我有 feedback 冇？冇。你有 feedback 你直接聽 from 我係咪驚？哦 ，OK。你講咩？較快啦，冇講話 speed。我哋 variable 就是principles，係你人嘅 principle，individual principle。第二個 variable 就是係你人嘅 price。price 對，咁唔是想嘅咩 ？So regardless of 你每最啊。There is always two variables 你都要 consider。有啲人就是 maybe 10,000幣 ，maybe 50,000 maybe 1 million，1 million 幣2 million， 所以伊 price。對啊。And the other one 就是伊個 variable。對，我就是要知。That is the answer actually。特別是我要知是30,000咯，佢愛就是愛買咯。啊，我要聽一本經30,000愛買。哦 ，OK 啊。OK。阿俊，job 俾阿俊。我愛找了，所以好啊，我 feel 我在這邊我找出我個 online。OK， 4字啊。拜拜。OK， 冇問題，拜拜。然後 OK 啦，講到啲 family secret 係點樣嘅 ？family secret 咧，我媽講 adoption 嘅嘛係 adoption 咧是成日我感覺到有人出來成日跳來飼嘅囝，特別無。特晚啦，即係後邊講啊嘛，你講你袂，你let's say講你叫囝來飼啦，你袂甲你嘅囝講，伊是叫來飼嘅哦，還是啷家己嘅囝？哎呀，你講下。你愛講咧，有蝦米分別？一啲大下啲面傾就冇相嘅嘛，一啲係梅嘅嘛。OK 啦，你若是叫囡仔囝，你學。成人飼都運動愛講啦，特別無想 OK 啦。我是 choose to 講咯 ，even though 意思，但是講我有保本好啦，但意思就講我 take out that variable 啦。Another question is， 講自時講，應該自時講。哦，應該自時講。細漢時講，還是一大漢時嘅講？對，入嚟講。我細漢就講。我是細漢就講咧。我唔想。你特別可以就係講，伊是橋端嚟飼嘅。你講橋端嚟飼本好，特別我真正三樣女成個女是我。對啊，你特別可以就係啊，無伊拔到伊大漢咧，你講伊大奧變咗咧，就入去你講我聽，我講你講係你叫咩啊？又大嘅刺激掉。嚇，係你刺激上大，我講嘢小氣啊！但是我想看咧，the correct answer 咧，就是冇 correct answer 嘅時候。阿冇講嘅，就是阿冇話講嘅，there has to be a correct time and place。對，特別啦，我 feel 就是講，那是講你咪講20歲，有大人21歲是 correct time and place，有大人就是18歲，有大人是12。冇，我那是講我 adopt 嚟講下，我細漢起，我 it's part of 伊個 being 就是在講 is adopted but it does not matter。Is adopted but he is nothing different from anybody。我有一個姨婆啊，伊老了80幾歲了，較知伊是 adopted。Oh my god！少。特別地好似細漢是講起嘅啦。都對。我人是地人嘛。了，伊是白予番仔人，了毋知做咩事，我大伯伫新加坡陪着迄個姨婆，了我人去認咯，然後就顧迄個感動啲把都把合真歡喜咯。哦，你看到像個 resemblance？像，我姨婆有一個孫啊，教我像。哦呀，喲，to be。加了老母有迄款姨婆迄邊嘅孫囝嘅推女仔。哦，所以伊 grew up as Malay 啊。Malay 咯，伊人是Malay咯。哦。咁安尼講，伊嘛是歡喜迄邊陣。是啦，是無清差，特別你成個，因為個另外一個就是 medical health 咯，你嘅 medical health 嘅 record，sometimes 我做咩事講被 review。咧就是 because 伊人唔知講你 family history 咧，所以講就是看你 family history 有 cancer，family history 有心臟病，你但是你冇解講嚟講，你唔知講伊。你嘅 answer 啊，based on 古早嘅事 ，yes， 即係都會知。
tapi tongkim not necessary true because tongkim 都有 sequence 已經咗。特別我唔是講伊嘅 sequence DNA 無做 sequence DNA， 特別你就是想看咗一人特人，你成日是講乜啊？我要叫 test DNA sequence， 你無特人香港，你特別有需要，是你就再講，你就是有是伊唔是伊驚咧嗬，แล้วก็嚟問係你。ก็嚟去做 test， 即係人，但係嗰啲 doctor's office 啊，問你 family 有 heart attack history， 你講唔知我被 test 佢 DNA 冇嘅嘛？你就是講唔冇嘅嘛？當你講緊 present moment in Malaysia not 阿妹個，你講國家係是 of course 人會對ใจ but down the road 不到啦 down the road 前一次人就會 sequence。But down the road 個講 down 嘅話是能死咯。Even this is a bit controversial. This is a bit dangerous. That's why controversial. 人講先生講出嚟啦。side track 淡薄啦 ，off topic 淡薄啦，但係 it's a good information to know。係咪行較快？這邊當今美國對啲 pass 出嚟攞講that employees 做剛好 employer has the right to sequence 類 DNA。 Oh my god！ sequence employer sequence 類 DNA 在路下面病個了，一再講 OK， 路就是路a dead weight to the health insurance for the company， 所以人買車路，買路。Oh my god！ 期末。So, kapan kalay Bangkok u Malaysia sooner or later because the DNA 物件真正了，你知是咧有好甲無好咯 ，depends on how 你做咯。對唔啦？對，就是我是。So the way 我看 is probably 當今 Illumina all this 人 generation 3了 ，so 看 about 40 years from now， 較濟較來人所做 sequence 嘅 DNA，because 你 sequence when 你 sequence 你 DNA 時，你會講 about 你會 personalized medicine is a term that 人用啦 personalized medicine。有好有歹啦，有好有歹冇。有好有歹，so 你講嘅 answer 大媽咧，就是國家 yes useful information， tapi 當今咧 is not necessary。唔是，當今少試過，八刀係試過唔是。當今 in Malaysia yes，but 當今 in developed countries。Please 啦，冇啦，冇特人會想 expose。The science is said doesn't mean that it's accessible and it's affordable to everybody. The price of sequencing is getting cheaper. I know, that's why I say it's in the future. So until it becomes as common as 你去買阿莫糖嚟講係，你別使講 it's ready now 個。特別我要再讓做我冇聽過成個讓 feel 到蝦米嗰是 family 嘅 secret scandal 咧。安怎情形嗰是算做？講特別正，講到對體嘅驚愛去知咪去知啦。講正啦，照我看，你愛去知，有細漢個一直會曉甲你講話，會曉甲你communicate講話去啊，唔知幾歲4歲5歲啦，應該知。你知做咩事？我老爸生個無，你搞我還佫細漢小學點知啊？我都唔知講老爸是到底厝甲路嘅啫。人問我，安怎你爸無對厝？我甲人講咩？我爸喺 office 困呢。但係我都唔知我爸呢是無。Kalau lu hongkiam lu from Palang side dia, wah lu scarred for life itu jo. Lu 幾歲時啊？你 discover？ 你 discover 是幾歲？我 discover 是人學我知是6歲，啊不 standard 6啊，你 standard 2、standard 3、standard 4點先。我想講是老爸平常嘅就。係啦，人本身係看咧。我想特登係看。等，講啦先。Well, just comes to my mind before I Listen, write it down. I want him to finish. I thought你講咩？冇乜白。我就是我特人 majority 人啊，會爸無到啲厝嘅，所以什麼隔壁厝邊啊，什麼對面嘅，我隔壁路人啦，阿 John 阿國人嘅啊。啊不，I mean 韓國啦，韓咧，即係係咪就是誒伊人，我想因老爸無正常嘅啫。哦，你邊個叫是你，但係做個老爸對厝誒，老爸應該是無對厝誒。
我ไม่รู้ What is 正常？正常是 normal。normal。so 我根本ไม่รู้的是，你在掉的是外面人跟你講，還是出來人跟你講？外面人講嘅。你朋友正我厝內人甲我講一點聲是，when 我老爸得 cancer 咧，坐我轉去生蛋橋。哦，去對嘅。我大媽甲二媽是，迄陣點聲講曬 ，oh shit it's true。所以你甲我 share 看你 experience 是安怎 affect 你 personally？成個感覺你講你細漢嘅時啊，你大啲只一個大片畫嚟款咯。上次來了 on top of that 上面就我嗰陣時學曬就冇坐我大漢去啊，所以我細漢甲 even 大劍啦，我愛甲看過 adapt 有一個 father figure 嘅啊。哦。你細就你 father figure 是一禮拜見我攞到呢。I see。So look at attached to the mother 嘅figure 佢 father figure 你冇咩 relate 我 attached to 我媽我 auntie 我媽嚇，是實對我嚟講就係正常嘅就，參加查某嘅咧是正常嘅，因為嗰陣時啊，細漢只開目睭明白物件，佢就是查某個話嘛。OK， 你講你爸條 cancer 時係你幾歲啊？就係講多字。迄陣嘅時我是 from 我同埋頭一刀掉 cancer 還是我冇記錯是 from 2啊。怪大漢乜啦是？就大漢了咯from 2咧，伊過身嘅時是我 from 4。แล้ว你厝嘅，即係下邊二碼、三碼下邊嘅冇大碼二碼，大碼加二碼會厝內人做對路咧。伊人知啊，有可能。假了是聽到呢，你特別講這是人嘅想法，即係反正啦，照我看啦。大碼甲我真 close。大碼甲我真 close 了，第二碼是無 close 咯 ，because 我嘅爸是大過二碼嘅嘛。所以，然後所以二碼到有迄個 gap 嘅咯。哦，咁無咧，因為有可能是大碼未識二碼咧。對咯，我係很想我是想我住啦，哎呦，我係按互人搶去啊，我冇射一個互別人搶去啊，近大啊！對啦，近代啊！所以有可能二碼未識大碼，大碼未識二碼，你二碼搶大碼係嘛？แล้ว第三掉咯，第二未識第三，你第三搶第二。兄弟啊，OK 哦，good 好。係咯，兄弟啊，安怎？照我看上嚟講啦，就兄弟啊，你安怎？老實講個劍啦，跟嚟熱啦，跟了個邊嘅啊，我係 generation C 嘅了嘛。哦，你是從你孫哪樣嘅咧？對，是我小弟兩人出嚟，嗰陣時我孫大嘅，我10幾歲嘅。哦，OK， 特別咧，你喺中國嗰度啦，中國嘅我上一輩個有個咯，嗰一個咯。I see。所以你是唔是第四行嘅咧？冇，你小弟第四行嘅你輩。我小弟第四行嘅，了特別第一件人是最近我嘅資料講。喺中國，我嘅老爸有一個小妹，今年101歲。哇！了是我只聽到嘅是很可接受 emotional 了，因為你想講我是想我爸過身了，中國是無咁只無咩 connected，而 generation 我都唔知半行嘛，因唔捌講伊故事我聽嘅嘛。所以紅葉有一個人咧，伊個這個人佢知about why family 啊，所以加係你咯，你捌對去中國過哦？你捌去過中國？未過咯，有可能我就對先所找到有一個人，我爸小妹啊，有高啲啊，所以就對去看一下咯。OK， 大粒頭你講咩啫嘛？咁冇白講 trigger 一個 factor 我唔記。The other thing 就會再講就是聽 adopted 嘅咧，對佢人講咧 is the possibility of banging your own sister outside or banging your own brother outside. That means ew. Okay.
there are cases in I think there are one very high media case Germany I think incest 嘅 case 有老實講 incest 嘅 case so 上個 OK 你囝扣入來你 adopt 嘅然後 maybe 出嚟囝咧有出嚟小弟出嚟查某囡仔 or another 查某 depending on gender then look down the line 嘅時 maybe somehow 伊人 meet 掉咧伊人有出嚟 connection I see then 伊人 started dating then 特別伊人唔知伊人就是 related brother yeah in issue becomes even more complicated so another factor is the way 在 able to trace those actual factor 嗰另外一個就是講你即是你 if 你知你 origin 啊，若是你唔知你 origin 你特別靠 DNA 嚟，但係你梗係知啊。因為有啲人是扣來飼嘅，後來即是到啲一個到啲中國位扣來飼嘅啦。然後你唔知伊人到中國是扣，你見仔是到幾落去扣，我唔知頭唔知尾，又唔知講伊 family history，你唔是感覺 trace 咯，你唔知講。OK， 我要轉隻話題就先，要看你人。One thing I believe 就是。Even gina kill or whatever lah. Lang okay, if let's say hypothetically, let's say what kill what does it kill or anybody, now as you grow up, you life, you go through your life, and sometimes you meet lang, there's always a connection, there's always a bond. Chile kasi a bit meta science already lah, tapi there are cases that happen. So lu actually bond there is a connection then sometimes a bond connection lu try to see what is the reason for it sometimes it's maybe that is probably no can belong to the same family or belong to the same clan biologically connected bond okay lu唔知to see 迄個人to see 甲 biologically connected tapi when look at the lang kong wise, yeah, that is a connection. Connection. So actually, even for example, Sangkawan, what the big got some goni, what botuin I okay, botuin him Malaysia. Now, why mother, why father, why xiao a bo pang. Tapi ilang have a sort of idea how I look like. Because Kujawa Xiao Lan is I mean it's a bit of a vanity lah. When Kujawa Xiao Lan I look very healthy. Fortunately Tapo is quite good looking. So what's my impression of why Pa why Ma and what before I left Malaysia is how Iran look like. Then what 2005 what doing here see look both each other been for 15 years yeah. Look automatically out of the crowd look at Jin Chile to see why Pa like. You understand that bond, that connection is always there. That's why by in although what talking what could I say han ka what see what adult talking to see what why physical appearance want help and all these things. So why father out of the crowd also pick what out so there is a bond there. OK， 嚟講到對白 BB。啷個時我就馬上回啷嘅是安裝嘅是 consider 是出來是個安裝嘅是別唔敢出去跟人講嘅。出來燒物件。燒物件。燒物件出來燒，即是直接講嘅是阿龍講嘅是毛毛菇。哇，毛毛菇。哦，出來燒金啊！對，燒金。燒地殼，燒地殼。無，我出來燒金嘅位真係特別嘅，然後真係係位嘅，然後個老闆燒嘅物件真趣味嘅，咁然後啲燒到一個位，明明燒啲都無實腳咧嗬，你感覺到真係實腳咧。哦，得成都，人去成都嘅出。無，杜頂燒迄個尺垃圾尺㗎了。真趣味嘅，明明就係講我係白狗呢啲頭頂呀，一般啲燒啲餅。好啦，我講阿龍嗰啲哦。有啊，嗰啲個。阿龍，咱嚟講淡薄，咱咪講一個數啦。咱未使講，我上面講壞事嘅事。咱
咱當今未使講個拉戲有冇出噶嘛？咱買講是唔是沙拉，係咪物件啦？是買可能because 買去 enjoy，你比如我俾你 enjoy 戲啦。spoiler 嘛，所以 spoiler，所以我俾個人講嘅就是，我俾 encourage，不，咱咪當然 discuss 呢，就是阿龍教我在一個數，那就會路把去 Georgetown festival 看過一出誒，迄邊 version 嘅戲嘅咯。當咱講那是阿龍路，我只咪是講有好咧，就是即一個數。哎呦，看可能是講學路來路會加講出來咧，你個數。我會講出來。我唔知我會咯。我一個自然嘅款嘅人咧，我出嚟咪是有個數嚟講本嘅。哦，講下。我出嚟講嘅。你講。我有幾日嚟講數，我係厝我媽本身嗬，伊應該是有4個囡仔嘅咋。特別我今日在努力嘅咋，就是我爸甲我爸嘅咋。哦。伊應該顧努力佢咋。我細細漢記咧，我媽就直接甲我講，有一個歌，就是講 snoring 啊，講 snoring，唔是話？唔是話。英國中啊？啦 ，yes， 英國中 ，yes， 英國中冠軍。英國中。英國中冠軍，特別個聽電話。英國中冇啲 Apple C 點係唔是？伊那當晚伊冇攞去頭冠軍。英國中我聽。點係冠軍啊？OK，sorry，continue。係咯，我應該有一個歌是啲香港嘅。係咯，我有機會啦嘅節目，係嚟講做鬼嘅外國。我記。伊教我真係練嘅，我真係感情真好嘅，特別伊唔是我媽生。伊唔是我媽生，伊是橋轉來，伊家己練，伊家己嘅爸甲媽是煮，伊家己本唔知本嘅。OK。所以伊教我是第一練嘅啫。係咯，伊講咧，我啲香港是有一個歌嘅，迄個歌是正是親生嘅。我是做咧唔捌看過一個人嘅。哦，即是你講，即是你嘅媽家己。我媽伊應該顧另外努力見哪個咗。哦。係咯，你好，我甲你講一個，我家位我無幾長嘅故事咧，就是我一路了想講係啥嚟呢？我一路想講係啥嚟？我個家位甲講，屌。媽媽有講過有4個嘅，伊家己想起咗。咁做乜嘅想起咧？因為我哋中國做工，我當然 M 嘛。係咯，我哋 M 做工3個月，我媽就歸線咗。我哋中國3個月幾後呢，我就背到對去，我媽去山咗。then 對到中國咧，我就想到啥物件咗。我講，我媽古早係中國過去嘅，係咯。我先我當去來個 MV 啊，我也冇去吹伊出來咗，我上面有一個咁嘅想法咗。係咯，我想起伊古早對邊個就係啊，伊有一箱物件咗，伊喺箱裏邊，迄個我真係熟悉迄個箱咗，迄個箱是啊，伊就是放啲沙土頂邊嘅一個 suitcase 裏邊嘅，suitcase 背起來啦，有裏邊伊嘅沙。有一箱物件，伊小應該了啊！我真係大漢了，我甲舉出來看嘅。我講我冇幾長當嘅，我笑到。伊舉出來，我看啦，迄個箱裏邊啊，有報紙，有 passport， 有小影，迄個敢了是30年代、40年代嘅物件嚟。哎呦，你講有個當金？有個，我收起來。敢了，伊嘅小影黑白嘅小影啊，一啲中國去嘅小影啊，敢了是。真係特類物件啦，當然，伊佢笑物件我覺得固定嘅啫。係咯，你伊迄個壓底，你壓幾十年咧固定嘅啫。係咯，伊啲安尼介紹裏邊咧，我搞一個白白，我媽佢先了。係咯，我搞一個度嚟 review 嘅古仔物件咯。我介紹嚟看，有只一人是我講唔捌嘅啫。哦，你古仔小影啊，伊少年時8歲當時抱咗我白，翕咗小影面白白。啲中國穿咗佢長衫嚟翕嘅咁樣，係你嗰陣時，我唔捌嘅人真係多。然後咧，裏邊有一行皮，係你皮咧是中國嘅寄過來嘅，係中國寄過來咧，佢講就少年啊，有覺得有機會啊，而且都對佢等所以行一轉啊，而且咁。哦。但係我媽玩到好妙咯，一起碼嚟亞國後咧，佢就變Malaysia嘢咗。所以伊是唔捌到對中國嗰度，一刀冇咗，伊中國是完全冇關係嘅嘢咗。哦。特別咧，嗬，
我會記我細漢嘅陣時啊，有一兜有一個大波來找嘅我嘅媽嚟啦。係了，人講學住話，我是一句俾我聽嘅。係了，後尾咧，我看咗佢哋批咧，我再講有一個地址了。阿母，我自回家去一兜咯，無會嘛。所以我去咗。我搞一個要好點成到一個。你講乜你都在去嚇。伊背去每日出圖，係啦，我講阿母咧，人去阿媽係金崩。係啦，我用一次咗，佢哋金崩，我講我搞重點啊，我就是係魔鬼插咗。誒，佢哋金崩啊，無咪變掉，你知哦。我常常啊，攏看到小英嘅。無小英我無看到所在，特別咧嗬，伊是真正烏嘅所在嚟嘅。伊少是財產。有故使未所，所以所在喺度。我哋時候就講，喂馬走嘅點事啊，差不多 almost 嚟100年嘅點事啊。呢隻 frozen in time 咧。啊，佢哋是顧家建議咗。我哋時候我企喺邊啊，我就講，喂馬嘅厝，舊位鋼嘅厝抓落去咗咗，落嚟刷咗。我當見伊路都冇好行啦，佢哋點想話顧家慘。都我企夠咧，我見到你皮啊，我冇 expect 會拄到後邊人嘅咗，冇 expect 嘅咗，我是 just。行行食烘嘅，伊批我咪咯，伊批是啊個幾年嘅，伊批啊個是就幾年整啊。所以我去到佢哋金鳳咧啊，我見到你批到我除掉啲地址咗。伊批是啊個就幾年整啊，你伊樣。我批就幾年咗咯，幾十年咗咯。你是一個幾年？九幾年？誒你批冇可能就幾年？我想就係你批應該有30年啦。哦，你細漢，你細漢是叫一個人講福州話誒。嚇，30年無講真正幾年啦，30幾年嘅皮咯。特別寫皮人是真正老了嘅。OK。所以寫皮人是跟我媽是有關係嘅。嚇，真正嚟，迄個寫皮人是中國人嚟，一個大啲福州嘅。我見到你皮，我去找，我找你地址咗，我去個地址咯，伊佢哋金崩，伊古早嘅金崩啊，伊變做阿毛灰。去厝嗰度，所以我就企喺啲門頭就講，就是這個地址嗰度，我喺度講魔鬼巢，特別嗰時你佢哋咁補習店喺度，佢就是呢種中國嘅兩，總之是中國只 traditional 嘅金崩嚟。我喺陣時我做魔鬼巢咧，because 我看到糖啊裏面啊，伊嘅物件嗰是國產物件喺度，有人就 A 咗就係伊周卡伊聽啊，嗰是國產喺度，我哋想講係你點事啊？你哋人。我啲這邊嘅人，你唔講我是當年徛啲 heritage building 頭前嗰度。你家己 heritage 我係馬古咗大個所在咗。你真我就喺度真 excited 嚟咯。係咯，我見到你批，我對啲頭先行嚟行去咯，行嚟行去啊！係咯，我未記別講即個口啊嗬，ยัง有地有嗬，ยัง幾點對嚟啊，落嚟滯哦，無人甲我講咗，隔咗閃咗，隔咗特別因為頭講話咗。你能講福州話是講福州話，有冇講變轉就講福州話咯。講唔知是係咪人嚟，買緊講你自物件，買緊講你自物件，伊就伊買學王仔係咪物件咗？所以咁樣往行來行去，細嚟細去往就食烘咯，去看咧去收影咯。係咯嗬，食個了啦，我講嗬，咱人安尼回來夠了啊，咱正圖一點鐘嘅2點鐘嗰度，咱個隨便掉人個唔知，我幾點對來，咱正個唔日子啊。啊冇刷啦，然後都對佢 CD 啦，都對佢學習嘅 CD 啊。然後愛走嘅陣時啊，然後我哋上嚟講嗬，安尼回來夠了啊，冇拄到我就是，我冇咁玩到咗，所以我白頭我冇咩有機會啦，我冇想到佢就咁回來咧，所以我自動變動嗰陣，我就講嗬。誒，你哋咁講，咱馬來西亞人啊，佢聽講學中國人老人累咗。我嗰時我就，所以我其實我冇可能講我是到累嚟咗。因為就是為我講冇隨住我講我親戚嚟。係咯，佢講學你親戚啊，我唔知啊，我唔曉啊，我唔知做累人，我唔知咯。咁了親戚 protective 就講唔知到累嚟咯。嗱，咁樣我講學 ，OK， 我俾隨人嘅，你 principal 我俾隨人嘅。春雕嚇，依個你金邦嘅 village 春雕，笨葫蘆，我咪食笨葫蘆，你講你食笨葫蘆做咩？我講我老實同人講啦，我是馬來西亞過嚟，你把條劍嗰度嘅了，你把條劍咧，我冇派時話俾我時，我人嘅老人喺這裡播，有時 just 聽講話口人係老人，入到頭邊咗，佢講我。哦，你馬來西亞嚟啊！你唔揸講有笑，哇！有講有笑啊！冇，即個笑話鏡。
要一真係全部葫蘆好啊咗，咁葫蘆嚟，葫蘆嚟咧，你講我落馬來西亞嚟啦，我就係嘅口是講馬來亞有關係。แล้ว我講一樣電視啲嚟，我同你拍電話錄等陣，原來咁滯咗，咁樣滯咗，特別入邊傳條同我講話，你講你冇講你是外國過來話我唔會猜你嘅，我驚荷蘭佬，你講家己中國人驚中國人咗，你是 X 中國人驚中國人佬，中國人咗，你講我是你親戚啦，要需要下面物件啦，可能就係，我以前講往隔壁厝邊幾十年、幾百年嘅隔壁厝邊嗰度，我報伊出來了，等伊可能掠去嗰陣怎，我驚嗰度，所以你講你是馬來西亞嚟啦，你係正病嘅話，你 OK 唔要緊，我去 call 伊，call 就是你安迪嚟，你安迪嚟咧，你安迪嚟咧，佢話佢咁幫人出來看望嗰度。有，佢咁樣出嚟看望咧。你驚？這邊係個安迪啊，這啲我就怎麼去買物件啊？伊唔會答我，because 成講伊老人家伊邊有講 Mandarin 啊，然後佢邊有講福州話，伊唔會答我。伊講假這邊嘅好聽就，伊講我會知啦，我知你查某，伊講我媽咗，伊講我伊走嘅點時傳落嚟見下佢嘛？然後我就對有一個 question mark 嗰度講，啊，對伊走嘅點時傳落嚟見下佢咗。講我一走伊帶別人嘅囡仔去咩？冇，伊帶伊攞嚟嘅去。你講是到馬來西亞嚟啊？嚇？你講是到啲馬來西亞啊？不，到中國本嚟嘛？還是有冇教？我講舊嘅媽是啲中國，我講是啲中國，但我媽特別我講早早就去馬來西亞咧，伊往早早都有啲馬來西亞有夾定嘅啲物件咧，伊就對去中國傳播嘅。然後傳我媽佢其實我媽是中國人嚟嘅，然後一傳。你點先啊？有傳攞嚟驚去馬來西亞度。特別我今日捌一個嘅，就是我爸是中國出世嘅。你看到小英是看到你爸嘅啦，冇看到你另外一個驚？不，有看到囡仔，但我唔知是做咩嘅。哦，唔知是驚嚟 ，OK。有，係咯，驚俾你嗬，我個仔。細漢定大漢？大漢嗰啲。我比我爸細漢。細漢 OK。我個仔你講數咗。一去到馬來西亞過後了。我媽破病，我媽破病個正忝嘅咋，係了嗬，上講被死嘅咋。哦，我講帶囝去跳海，哇 ！Oh my god！ 講無死，病無死，一個囡仔死。哦，所以你係講帶你嘅伊個能力，囝做只係去跳海特別 survive。你講嘅你對，但係有一個驚死。哦，所以我媽教伊死就是冇講起，冇講起一個驚係事實。所以往到一個 conclusion 啊，講過頭 it's too painful 咗。對。嗱，一個是破病啦，老公講伊未死嘅咗。老公講伊未死嘅，你說喂，睇點先？你就講拍住日本那邊拍過嚟啊！冇亂嘛，成日行考本咧，係時度。成日我就講啦，講伊冇被死啦，冇嚟個驚咗。我講一道錯驚去跳海啦。哦，所以變咗成我係 survive 咗，我講半 survive。你媽成日感覺到伊係死嘅咯，係死嘅幾驚，哎呦！啊，所以變咗是，你講冇人你死啦，我硬錯我攞嚟驚去跳海咯。應該你講冇人可能係 feeling 咁咯。應該是，特別我講渣渣60幾年，咁睇到貴先咧，我唔係都對我講。就係啦。哇！係啦，我講比我媽大就啫，就我講比我媽大10幾就歲咗。哦。所以我媽就少年就我媽17、8歲嘅就，知唔知啊？所以變咗是村子嚟驚嘅咯。哎呀，阿龍咧，實協住住嗬。係啦，交俾一個生一個走話咗，特別應該冇女咗。都走我係別個人嚟咋？哦，有時我哋香港有一個講，特別我唔捌到過，我講一般唔捌到過，特別媽媽有講起嘅。哦，伊上海人飼嘅，because 伊未飼，都係你講時對當香港嘅。特別我唔使講你當佢開啦，有時愛吹話，我上次本吹都對過嘅，即係你講數是喺你隔壁厝邊。我去到就已經是70幾80歲一個老阿弟講我聽嘅，伊就是隔壁厝邊嚟，講我知你自己口去講數嘅。哇！你頭一擺聽到你講數啊？頭一擺聽講你跳海，我冇差唔多，我冇想到
because 我自來咧感覺，喂媽就是啦 ordinary 一個查某嚟咗。冇想到安尼，我唔 expect 到，伊 whole life 啦 ，gone through 安尼這物件，我冇想到嚟咗。但係當時我真係無幾層，我考咯，我心裏我係真係激動，未考到，because 我唔 expect 到。似我大漢狗話啲男嘅媽啊，想驚過呢最開咯，伊驚過安尼開咯咗，我唔捌想過嘅，伊唔捌講起咗。新加坡你香港嘅歌要講過，另外一個驚佢跳海死魚啊，伊唔捌講過。就想你看過，你看你看過聽起來就看過，接受就靠跳，你家己親身嚟驚。你上學你安裝去甲人講，肯定唔驚。我時唔是佢講起來了，無變嘅啥物件，即是真正聽嘅物件，無講起來唔是為了面水是真正痛苦嘅事嚟。對，嗰度伊就要紅無去啦，變咗所以講佢破病死去啊！伊家己帶到兩個囡仔咯，帶到兩個囡仔啦，去做查某間啊，甲人捧個杯啊，做遮濟物件。哦，係你都知哦。即係是伊阿妹有甲我講嘅物件，我媽似我大漢人要甲我講過物件，所以我知伊做過查某間，學曬過人嘅，迄個美白，即個物件，敢若我知。哦，去人厝，就是有一個白死去了，我唔知，係啦，有一個歌去香港嘅，迄個我知嘅，我真聽過嘅。哎呦，我你講嘅，但係你講嘅中國嘅老厝啊，我講我愛話我佢除咗別個時候。當然我有 technology 嘛，伊個物件寫喺嗰度我 scan 㗎啦。我當然有 technology 啊嘛，所以我但是我愛話，我覺得都要傳。假如 after that 啦，我同你講啊，我 after that 咧，我除咗一件厝啦，一件厝是我講嘅厝嚟咗。我講我我是寫換嘢，係咯，佢哋笨葫蘆講講盲笑咧，我佢咁講嗰粒寫換嘢。我講我寫換嘢講。我嘛知你知我寫會，我規間本隔了寫會嘅，我安尼款啊 OK，係了我咪隨一個人，即係講佢哋告訴我嘅，互人知啦，隔壁厝邊隔了出來甲我講話嘛，我都唔知講你是馬來西亞嚟，咯就會出聲就會講，我成講當時派人，係了咧嗬，你講嗬，你嘅媽唔是一條金邦嘅人嚟。你媽咧是另外一個金邦嘅人嚟，一直嫁過嚟這邊嘅，隔壁安啲就係特別，因為隔壁安啲捌我嘅媽嘅就特別樣。7-8年唔捌拄過面咧就，特別伊隔壁你看迄個金邦落雨路就，搞當政府了小時上一個搞多上一間厝就你明白個意思？我明白。你講又唔捌變掉咗。但係就是你講嘅，就是你講嘅，然後就是因為我想起，因為我家己厝內本我中國冇親戚個，然後我自早個10幾20年啦，21年是我人家聯絡到對嘅，我係大伯啦，我係爸嘅大哥。然後伊最近係是話早幾日冇甲過身嘅，93歲。然後伊對嚟聯絡甲我嘅時，我人就伊來找我，伊來馬來西亞找我，伊係大漢後生甲伊來找我啊。然後甲講起甲聯絡到對我所當今我甲我叫做是我嘅堂哥啦。大伯嘅大漢後生，伊嘅我甲伊到啲 WeChat 有講話，然後甲伊嘅查我冇甲伊有講話，所以我是真正想要對佢，因為我捌看過我腦裡，我腦袋我爸母捌對佢，我爸母捌對金邦，我叫把你金邦對長沙，然後伊嘅我嘅親戚，我嘅 cousin， 我嘅三伯人嘅 family， 本捌去食飯，本捌去入面看過，所以讓翕相應該幾好啊！伊就是常甲我講，甲我媽大嘅厝後，常伊樣嘅厝內物件，甲了個有伊嘅小影個調調，特別樣無無人大，特別樣厝內調影個調調，伊嘅門窗個有啲個幫大，係咪甲了個有？對，我問講咗，迄個彭湖路坐一個安迪個啦嘛，迄個安迪是大迄一間厝嘅，伊就是我講誒，唔知倒一個兄弟，伊嘅囝嘅某來咗。就是一個大啲一間厝，只一人死嗰啲嘢，特別一個大啲一間厝，伊驚就咧去 city 位拍電啊，就係一個人嘅，一個安迪。都佢哋安迪講我知啦，我知當時就醉啦，當時我係官到一個哥嘅，到一個小弟，迄邊起碼嚟嗌一個口嘅人啦，是唔是？然後講
你嘅媽唔是一個 kampung 嘅人，我媽是另外一個 kampung 嘅，所以一直到帶我去另外一個 kampung 去吹咗，because 佢哋 kampung 嗬。我有名嘛，因為我配嘛，佢哋配有寫字嘅名度。我去過你金邦，哇！你金邦真複雜嘅咯。去過因摘菜嘅所在啊，有古西啊，係啦，一落嘅都冇病咗。我佢病依個行淡薄路咧，計較。去過一個金邦，係咯，金邦頭前咧，我講下，我會隨 XXX， 我會隨 John On， 你講下 John On 啊，你隨 John On 做咩？然後我講往時馬來西亞過嚟嘅，我會隨咪咕 John 咧，係咯，你講下 OK 啊？我坐得去，我去到一間厝，迄一間厝咧是金邦厝嘅。金邦厝咧有一個阿弟邊佇困，啊咧伊外口有囡仔佇佚佗，啊咧伊囝佇煮飯嘅。我講我要找一個人，你講你找一個人做咩？我是最嘅孫，我講名出來咗，你阿哥跳起來咗。你講我係過嚟，講你講，喲，你怎麼講？你查某咪是我過嚟？伊是我媽是伊講。哦，I see。喲，係咯，伊就帶我去我媽教因嘅房間啊，伊講古地個啊。哇，感動咯！迄一間房間，講迄一道面前是你媽負責困嘅面前嚟。我看會到，特別我媽看袂對啊，就我媽離開馬來70幾80年啊，伊看袂對啊。哇！我有時候就講，就是我媽無關心嘅話，我出來就對伊啦。我講到伊會好㗎，我係笑到嘅。係啦，即係 imagine 嘅啦。你喺度無觀察嗰陣，你家己80年前離開嗰在故地嗰度。你問講啊，我前年對前代邊嚟啊，我滿 feel 就 nostalgic 嘅，我對其實。我行過，尤其是大路啊，我過但講國嘅路啊，我就但就冇啱邊講國嘅位，加布莫白，就係嗰邊布莫白咩？啷個出世名咩啊？大嘛？Lembah Permai啊？嚇，Lembah Permai是頭打過咧，頭。咱出路係咩啊？Lembah Permai啊？5X對，5X。哦，5X。我對嗰邊嘅事我係真 nostalgic 咯。我係少少，因為大年對佢上，所以你想看我是要對佢，我有拍算要對中國看我嘅江媽嘅厝咯。咁我係左啊，我看到我係左，我把最近我發覺到我係左就是通過我係中國嘅親戚嚇，冇再講我係左誒 Christian name 是 John 本。我左是 John On。咱人一個，咱有淡薄走話題啦，because 咱講到去 root finding 嗰度，但是講 root finding 咧，我有一個朋友佢有意思咗，伊是馬來加嘅人，伊是爸爸嘅咗，伊已經是第9代嗰度啲馬來加，伊第9代點講？你 imagine 伊要 trace 伊中國嘅 root 啊，落港口除咗啲意見啊，伊是第9代嗰度 9 generation 咗，特別咧嗬，伊有一部好咗，伊嘅聲真正特別，伊聲冰。成邊嘅人真係少呢就，就啦，伊用遐啲中國吹到對咗，哇！伊落歡喜啊！哦，伊去到迄個金邦吹到冰啊，講佢哋冰近係一條金邦嘅，伊去到咧用遐吹到對，應該有300年前離開中國去馬來西亞嘅迄一個口就。哇！我若沙上家講，有咧我係出來有咧人我買冰咧。都冇蝦米物件，我冇收到 document for 我 to trace back 嗰陣哦。所以係你我淡薄遺憾，淡薄我 feel 到我唔知，我有一個我買，但我講中國係我爸嘅，我買餅，我買爸嘅餅嘅告訴啦，我係講啦，伊是到中國來，然後伊有一個歌啊。呢隻歌是到啲唔知是歌啊，是 brother 唔知是歌係小弟，即係歌啊，是到啲中國走去越南而做生意嘅，即係生意做就好，特別拍戰嘅事咧，越南話係拍戰嘅事，讓到頭走出來，係是我係講嘅歌已經死咗咯，然後我一波到甲伊囝到出來到啲到一波嘅位嚇，讓嘅 camp 啊，看咧唔是 concentration 嘅，伊係叫咩啊？伊 refugee camp 啊。แล้วว่า講到去甲我一個人個帶去對波，伊對波嘅時可以一卡咧擊嘅手指，咱捌看過我穿咧擊嘅手指哦，即係青擊嘅手指。有當時我穿獨開，
我最舊年是我爸甲我媽咪個學話去，伊就是可以喺一卡手指，所以我當今真正 attach 到喺一卡手指，你對我真有意思，你知道？是我講下邊嘅 family 有關係到，然後伊嘅囝咧回來美國，一個回來美國大，然後我爸我講有電視，我爸有教我講。即是我唔是我爸嘅爸啦，特別我爸教我媽嘅爸就連嘅啦，所以我爸有寫批像 Christmas card 啊，是 New Year card Christmas card， 伊有寄予伊嘅越南嘅家己人，特別貴啊一陣啊，我爸無伊嘅 lost track of 伊嘅 address 係物件，所以我當然未 connect 到我 potentially 我嘅家己人到底這邊美國，所以我唔知咱件事其實唔知看到，伊講伊會記伊嘅 last name 是 Wen。特別安尼做越南是揾嘛，所以我就坎坷會記哦。這樣困。有啊。是嗎？哦，人會愛困。OK，我小山你人會記這出幫嘅事到對 Snapchat 入面看，你第二個機會睇吉隆坡還是檳城嘅大了去看看。人這個海基線咯，就係講嘅秘密是係咩物件？我去再看。一到對嚟個幾個禮拜，到對嚟是啷個 discuss。然後當講緊破人看，人看是未熟啊嘛，對。然後人無通看人咧，想到底澳洲啊，到英國咧。我若是有機會每條樣，若是 distribute 百里 method， 我甲人講。OK。感謝這禮拜我特別嘅分呢是裝咧一個人特別冇咩人講，個裝備講人家己出來告訴我 ，before 再可能機會講知道。愛聽超機會告訴我。愛講一個。OK，so 我媽，我媽。超機會咧，超機會跟這個海基線咯冇關係啦，冇。對啊。so 我媽咪嘅媽迄邊啊，伊人是開米家嘅。啥物？開咩？開米家。米家啥物啊？我不要聽。迄個 process 迄個米嘅槍啊。OK，米嘅槍，哈。伊是幾個兄弟啊？我隨着講。大家台灣人講跟嘟的呢，有隻。所以我有幾個舅公是合股嚟做這個米家嘅啦。然後第一代嘅舅公，我嘅大舅公就是 CEO 咯。แล้วว่าซากูกองที่แล้วล่ะอี accident pass away 第二個病 pass away 第五個有 cerebral palsy 嘛是 pass away แล้วso 剩嘅是145咯146咯แล้ว呢個三兄弟啊就去做迄個米家แล้ว有一擺你第六個講，你大哥你袂使喊物物件本你會笑啊，運動愛互我人看誒。即個是我人三兄弟誒淚來，毋是你家己誒淚來。你若是愛擱安尼款做啊，我愛分家伙。了迄大哥就甲伊講，袂使，你愛分家伙，你分做意思，你擱也袂到退休誒會分聲個，了伊講我買菜咯，我應該着我愛我嘅份，了伊個大哥買互伊咯，伊就買去做工第六個，了伊個第六個伊人家規家口嘅厝吼是用公司嘅名買嘅，你知無？了伊就也連來鎖แล้วที่ไหนเสื้อติดจีน่าขี้ห้องจีน่าขี้ห้องแล้วอีขี้เบ้ที่ไหนกาเลียนที่ไหนกาโตที่กาที่แล้วอีเลยที่อีเลยเชี่ยว喺ออฟฟิศที่ห้ามให้โต๊ะเต็งที่พาโต๊ะเต็งโต๊ะห้ามแล้วโต๊ะเต็งพอ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ขออี2 million 哇！其實90年代嘅時候2 million 真濟鐳哦，伊人國去打國較濟鐳個，了
靠落200,000學嘢厝。哇！你可以，你安怎了？你談到了就無走了，無來。走了無關伊嘅事咯。哦，所以因為退役過分了，咪做伊成你要走啊，你看。走，伊嘅 condition 是你嘅inheritance 你就無通每個公司做啥物事。哦，攞當金個有啊，你厝嘅出來即 business 個喎，成你。個有個，大姑講before 我去 Australia，伊 pass away， but 伊有驚嘛。哦 ，so still 有 the family business 個啦。伊嘅大囝上個是做大多嘅啦。哦，你第四咧，故宮咧，嗰啲哦。第故宮嗰個個，嘛是你家伊人做咯。哦，係。伊人有真濟小 company 嘅，你知哦。哦，又唔知㗎啦，做你比攤類有時個做別嚟成年啦，俾別嚟成年。啥咪啊？有真濟物件啊，伊人真搞嘅，你莫看伊人做美干嘅。哦，即搞 invest 啊，你攤類搞個事。แล้ว你搬掉，你搬掉。嚇？你搬掉。搬袂掉了，因為我嘅媽是查某囝來嘛。哦。我嘅表小弟甲我嘅媽講，阿媽，那是啊，那姑講點都頂下，無，伊是頂高一。了，我嘅表小弟甲我嘅媽講，你是大姊，你頂都頂。我記得你無？了，我嘅小弟就講，袂使。阿媽是查某囝，愛叫我陪去到頂嘛慘。叫你去鋪哦，叫你去拍。好了 10%， 無可能我人夾到嘅啦。厝邊啊，我厝來人食無類，所以我無夾。伊人有類呀，我人嘛是無類。actually 啊，哎呦，只發生樣事呢，夾會做亂嘅出來，告訴是真發生嘅。無啦，伊人是亂淡薄物件啊，伊人是亂類，但畢竟是也是真歡喜嘅。哦，你一個來昂啊，等於是冇做成呢啦，呢個來昂啊。呢個冇人解。應該當你把 experience 過你出來，應該當困擾。冇，我你聽咯。應該當你把看過，但係我聽你講，哎呦，在其實你出來人拍出來人有一嘅會，你捌看過安怎 relationship 安怎歹法有一嘅會啊？有啦，特別唔是我係真正啦，是騙人嘅，騙人，咁樣騙人啦。特別是過家子啦，啊是攞嚟過啦，嗱是咩啦？真正直壓嘅啦。別人呢？別人啊，俾小弟啊，咁大事咪講冇啊？OK， 咱這禮拜特別嘅邊就是他媽英國中咯困起啊！了個豆嘅啦，個有拜拜多馬四多馬幾馬什麼冇法啊！了個有後條阿龍啊，阿韓啊，拜拜。出聲嘅講啦，他媽走去日本行一嚟，了個有街邊毛毛菇個條毛毛菇。哦，拜拜。แล้วก็ตอรับเท้าจากงปุ่นอุตีนะทำให้บูชุเสียตอรับเท้ากับจุดๆ啊เป็น一啲แอมปิกับออบี唔知ยัง個啲哦啲แอมปิกับออบี呢個啲有啲個 OK 拜拜各位聽眾下禮拜實起學過咧啊攞到俾下禮拜真係聽學按照彈過咧彈啲笨招拜拜拜拜